今仔日，嘛是真共款的一天，毋过嘛是有学台语有淡薄仔进步，就是我较坚强，就是会找机会讲台语。虽然讲定定想讲嘛是发音无足正，若听着人讲台语讲甲想要记起来，有人讲台语伊的词我无听过，想要记起来以后会当用，但是第一摆听着尔，所以就定定记袂落去，无法度记起来。毋过就是我的心有较开放。今仔早起伫上班的路上，伫捷运顶头拄着我的同事，同事其实嘛含用台语开讲，伊袂歹，伊袂甲我挡。虽然伊讲台语讲会晓讲，但是诚久无讲。伊嘛是会会一半台语，一半华语，但是呢，伊袂由头到面甲我讲台语诚艰苦的表情，伊袂安尼。安尼嘛诚好，因为有一寡台语好的人伊就听我安尼，发音无足正，可能会较艰苦，就会想办法跋来向我讲话，无就是甲我挡。所以我就是去找一寡讲台语的机会，就会使去，若是有人愿意向我讲，我就加讲，就对伊有感谢的心。若是有人就因为无想要向我讲，去闪避我嘛感觉袂要紧。今仔日迄个讲我台语听起来做外语的同事，伊有想要，伊可能有淡薄仔后悔，所以伊有甲我学咯。伊讲，我搁去换迄洗手的洗手乳，就甲我学咯，讲就敢若你会去换尔。我是有感受到伊想要会识的心。毋过伊嘛是用华语讲啦。伊虽然讲台语袂歹，但是就是我就是有分开始甲一寡人分类。就是有一种就是伊台语好，伊嘛鼓励别人讲台语，所以伊嘛会向我讲台语。虽然我讲啊较无顺、较客，伊嘛是袂要紧。第二种人就是台语诚好，但是伊会分敢若讲甲台语好的人讲台语，含我就讲华语，但是袂甲我挡。第三种人就是台语诚好，但是看到我就是会甲我问就希望我简讲两句台语，上好拢讲华语，因为伫伊的心目中，语言就是讲听会饱，听有伫讲啥就好无需要讲搁特别用啥物语言。对因来讲，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尔。这嘛是一种人。当然嘛有诚好心的人，就是伊台语无好，但是伊嘛含我讲台语，无就是嘛是鼓励我讲台语。我讲台语伊嘛袂生气，有时阵阁会甲我问，甲我当做老师安尼，就是有学习的心情。后来我想讲，其实就是安尼。就是有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想法。像我伫 Clubhouse 的主持人，我定定去台放迄主持人，伊就会甲人管人讲，伊台语诚好，但是听着人的台语讲甲是会济岁人较会讲的台语，伊就会讲你哪会讲即种台语？雄雄的听无？
伊就希望讲华语就好啊。这种人可能就是来交朋友的。所以讲台语是因为讲，伊台语讲啊白歹，所以伊嘛希望讲，韩讲话人拢台语，但是，台语这对伊来讲嘛共款是一个工具尔。即种想法其实我就是会当讲，伊台语讲啊白歹，我就会当加听，有机会讲，就是练。反正嘛袂当我讲台语，安尼就诚好啊。有一寡想法，我就是爱甲伊，就是莫啥物代志拢放诚济感情，讲希望讲有人对我欣赏啊，对我感觉我袂歹啊，安怎？阮房间内底有一个讲教台语，我发现伊知影台语是诚济，但是伊讲台语，就是有华语的腔，而且伊嘛定定拄着困难，就是伊无定定用台语，所以伊袂像我就会硬讲台语，硬讲，就是会训练啦。虽然伊讲啥物，伊是台语老师，有开一个房间是教台语，但是伊就是定定用华语，所以伊讲话就是一半台语一半华语安尼。但是伊就是听人讲话，就一直笑一直笑，就真受欢迎，因为伊拢袂生气啊，搁有诚济回应，所以我想讲。每一个人本来就是无共款啊，伊会受到欢迎嘛是啊。即种人本来就是会有欢迎，而且就一直笑一直笑，互人感觉讲真有参与感。像我就是定定伫边有听，但是就是像咧壁纸共款。虽然是安尼，但是我嘛袂。个人怨，因为我袂讲抢话啊，嘛袂讲甲人争啥争这争迄硬争硬争，因为我知影讲我来遮目的就是学台语嘛。既然是学台语，就是讲因地讲华语啊，还是讲因地会有台语不好的人做客的人，我就闪撇一个。就是较莫听，我就去听广播电台还是啥物物件，做我家己的代志。所以有时阵嘛希望讲若是我嘛定定替人会叫着啊，替人会关心，实在是诚好。但是这其实毋是我的目的啊。我若讲毋是为着练台语，我嘛袂讲去选 Couple House 啊。所以我就是爱清楚我家己的需要，就是莫讲想法伤复杂。有人为虾物上班会快乐？伊就是想讲，我来上班就是趁钱，但是像我就会受到影响，就是本来讲找着头路势头，就只是来趁钱，但是我就会开始讲，这主管哪会无欣赏，哪会无甲我欣赏？无就想讲，若讲我做诶势头，毋是公司上重要诶、上必备诶。我伫公司有前途无？就变讲伤济想法，伤济烦恼。若我今仔伫 Clubhouse 嘛共款，我若讲想法伤济，搁想要受欢迎，搁想要安怎安怎。搁想要讲台语学好，学台语安尼，实在是伤贪心啊！伤贪心其实就是我足早以来的问题。其实我伫 Clubhouse 有开一个赖群啊，其实内底人嘛对我袂歹哦。我就有讲我想要用雅虎有一个拍白，有一个5露天伊广告顶边找阮小弟去
去甲伊出价，但是我常常袂记即件代志，因为我著想讲，可能介绍伊凊甲足悬，后一定是无希望。我嘛想讲，阮小弟可能会甲我注意，但是实在是大家拢伤久无去耍迄雅虎拍卖，变讲，著甲人放杀啊，就是弃标嘿，就是本来就是阮着啊，但是阮阁无联络，拢无声，人就是会对方啊，会买五月天 DVD 的卖主就会生气，甲早伊阁拍卖一届，即届我著找大海同学，其实大家拢诚好，伫赖的 Clubhouse 的群，嘛有人愿意斗相共呢，真正袂歹，因为伊信任我，嘛安尼毋惊麻烦，所以我是真正其实我得到的物件诚济，但是我定定都想无清楚，就去形成讲，迄个爱笑的人，哪会遐受欢迎？安怎？其实毋免啊，你搁爱伫遐笑，可能嘿啦，可能伫遐我较无合我的口味嘛，所以我袂讲一直笑。但是我伫家教线顶的家教，我找2个老师，今仔上课是上冰淇淋老师的课，虽然伊台语真正毋是足正的，但是呢，伊嘛有伊的优点，伊就是会一直听我讲，而且伊会对我讲的物件有兴趣，嘛是真爱笑，咱就定开讲，变讲我教伊课拢无讲有啥物课本啊，有啥物进度啊，拢无，拢2个人咧开讲，就是我开钱找一个人来开讲安尼，伊有甲我改进，讲我啥物发音啊，发袂好势，所以其实每一人拢有伊的优点，我嘛毋免讲一定爱甲别人共款，讲有人受欢迎，我嘛想要爱，无就是我要找第1名100分的人来去开共款的钱，就爱找100分。其实是无共款的所在，有无共款的会使得到的物件，都是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课。其实只要我有心，我拢会使得到无共款的物件。像这冰淇淋老师，伊就是甲我的理念会合，阮可能政治遐嘛会合，伊有问问题讲，若讲你感觉上别种课嘛是用台语上，你感觉安怎？伊问这问题嘛是诚深，就是伊白讲黑白开讲，讲的543，伊就是讲的问题，我嘛有兴趣，因为阮即马嘛是对台语较有兴趣啦，就是因为即马伫学嘛，我就会甲伊讲我的心情啊，就是每届以为讲家己有进步，但是讲久啊，就会发现讲，这伊嘛是无准啊，别人知影讲台语这是啥物意思，我哪会毋知？会安尼啦。就甲我学迄程序啊、程序的课啊、写程式的课无共款。迄种课我就诚放松，就袂想讲，阮共组的人啊、某物人会晓迄个，我哪会袂晓？伊作业已经做煞做了，我哪会阁做规半工，阁做共一个所在部呢？我是和我家己比，我想讲我若家学起来有学较熟，
对我工课有帮助，对我我着吸收入去，有一个有一个概念着，诚好啊！对我来讲，就是有成长。我就是迄个时阵心情放松，无亲像讲学台语啊会紧张啊，伊想讲怎会不如别人，所以我是爱调整我家己的心态。虽然讲是真紧张去学是好诶代志，白讲像迄做爱笑诶迄个Clubhouse 诶朋友，就是伊可能嘛交朋友嘛是伊主要诶目的，所以伊可能讲华语嘛袂要紧啊，伊白讲一直找机会，会当加讲台语就讲台语。伊若去一个房间，人讲华语，伊嘛袂讲落跑，我着紧落跑。所以讲我是较紧张啦，因为定定讲台语若无讲啊袂好势啊，逐个其实会嫌的机会就会较济啊，就是有即个压力嘛。我早起拄着拄着同事伫节阮顶头，伊就是有去学，伊嘛是用伊是用 Google Meet 甲一个外国人，毋是一个对一个，是在学生甲一个外国老师，伊是学英文。迄时阵我都袂兴奋啦，因为我愈来愈了解家己，因为我知影讲，我若啥物拢要去学。而且学这毋是因为想要学英文，可能就想讲英文无好啊，会真惨啊！若英文袂歹啊，会使可能会使去引头路，引上袂歹诶头路。就是毋是因为真正想要学英文，只是想讲为着要找头路啊，无为着讲。家己讲莫竞争啊，竞争的能力莫伤低，只是即种目的都学起来，因为本来英文就无好，搁用即种目的去学，就是会学甲真艰苦。我即马就是无想要互家己讲真艰苦去勉强家己去做一寡代志，希望我。做诶代志拢是我会较欢喜、较甘愿，因为我有开始学生心灵嘛，所以知影讲有一寡代志，就是莫用因为我无够好，所以我紧学英文，互家己莫遐无好。即种心态就是你安怎学都袂快乐。我学台语就是因为我想讲。我想要好好熟悉台语，我想要好好会使讲一寡台语，我感觉袂歹啊！我感觉这是真好诶代志。所以我学起来，我相信讲我诶热情啊，会较久。因为我毋是一种我毋是一种。惊输别人诶心情，我嘛希望讲，我加听台语以后讲话嘛是有台语诶迄种感觉，有机会我嘛会使用台语去，做一个人诶广播电台，嘛真好啊！其实，我就是感觉我安尼真好，所以我去学，我去练习。毋是讲惊讲，同事拢会晓台语啊，对台语好，可能找啥物头路，找服务业，还是讲去找接电话啊，有加分，所以我去学，就莫用这种心态，用这种心态就是愈就别人讲的啊，读册愈读愈册，因为是为着考试嘛。为着讲后壁好诶学校啊，想要讲以后诶学校
摕出来会当好找头路，即种心情拢是会互家己愈来愈册，愈学愈册，所以讲我会避免即种心情。我感觉我即马虽然讲发音无足正，但是呢嘛较顺啊，就是用台语思考的时间有较济。嘿，我相信讲，我有时阵听广播电台啊，有的人虽然讲台语听起来是袂歹，但是我就是讲，迄个开口啊，我著标准真悬，因为我是听广播电台嘛，我心目中都有讲诚好的台语的腔。但是我想想的讲，我家己若安怎学，有法度练甲我足欣赏的迄种台语腔口吗？即摆想想的是伤济啊啦，因为即种就是有甲人比较的意思。就亲像讲，我一开始学赛事去学生心灵的物件，我就想讲人足早就去看册啊，迄赛事的册拢看完啊，看2摆啊。我看赛事的册，我就想讲，我有比因搁较厚无？拢是即种想法。即种想法其实是我爱改进的。用即种想法去做代志，就是袂讲自在。我相信，我若较自在、较自由，我的表现嘛毋是表现啦，就是讲做一寡代志是较互我较好，互较正面的。毋是要甲人扯拼，因为我定定就想要赢过别人，但是讲我做的代志阁真懒啊，我都头壳内想要赢别人，但是我的行为嘛无讲做一寡会当赢别人的代志，无像阮姊夫安尼，伊可能就真正去拼，伊的方向嘛对，伊嘛毋惊食苦。我就是阮隔壁同事讲的啊，我想要做好的迄种成绩，但是我阁无好好啊去拼去经营，只是讲出一支喙去形成别人，这就是一种选民的心情啊。选民心情就是意见一大堆，啥物人拢嫌，标准诚悬，但是家己去拼无半撇，我有即种选民的心啊。所以我应该发现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优点。